第二集信貸與評級、個人信貸報告同職場名片。講到個人同信用嘅關係，成日都有後生朋友問我，從來都唔借錢，份信用報告應該好乾淨，冇問題啦。其實真係唔係咁。一個人嘅信用形象，其實由你第一次申請信用卡就已經被記錄在案。今集我哋就一齊睇下個人信貸報告，傾下呢張職場名片點樣影響你嘅生活，同埋點樣去保持一個優良記錄。第一部分 TU 報告到信之通，個人信用體系嘅40年蛻變。講到個人信貸報告，香港人最熟嘅一定係 TU 報告，呢個俗稱係嚟自環聯資訊有限公司。不過佢背後嘅故事其實好少人知。環聯嘅前身係喺1982年成立嘅香港資訊有限公司，仲喺1985年建立咗香港第一個負面數據庫。嗰陣嘅信用記錄只會記低你有冇遲找數或者爭人錢唔還呢啲衰嘢。講白啲就好似一份金融黑名單咁。直到1999年環聯資訊收購咗呢個業務， TU 呢個名先慢慢傳開去。2003年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折點。當年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修訂咗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，信用數據庫就由淨係記衰嘢升級做好衰都記埋嘅正面資料庫，即係話你準時還錢、信用額用咗幾多，呢啲好嘅行為都會開始被記低，令信用評估由單向懲罰變做雙向鼓勵。而喺2022年推出嘅信之通系統，更加令個人信用管理入到一個新階段。環聯變成多個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之一，仲有平安、一賬通、徵信呢啲新成員加入，形成一個多元化嘅信用服務體系。最實際嘅係，依家每位香港市民每年都可以免費上網申請一次個人信貸報告，令查閱同管理信用變成大家應有嘅福利。呢40年嘅變化，本質上係信用體系由神秘走向透明嘅過程。到咗今日，一份個人信貸報告唔單止影響你去借錢批唔批，仲隨時關乎你租樓甚至保險費率。佢就好似一塊鏡咁，真真實實反映出一個人嘅財務責任感。第二部分，信貸報告核心內容，睇清你嘅信用畫像。一份標準嘅個人信貸報告其實包含咗5大部分，每一項都同你嘅理財生活息息相關。第一，個人資料，信用嘅身份標籤。呢部分記低咗最基本嘅個人資料，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出世日期、現時住址同埋聯絡電話等等。睇落好簡單，但其實佢係信用記錄嘅識別碼。要留意嘅係，搬屋之後如果冇即時通知銀行或者信貸機構，好容易會記錯賬單，間接搞到遲咗找數。所以改地址之後即刻更新資料係維護信用嘅第一步。第二，申請信貸查詢，你嘅信用足跡，呢度會記低你過去5年內所有申請過信貸嘅痕跡。不論你係申請信用卡、私人貸款定係做樓宇按揭、循環貸款，只要有機構查過你份信用報告，都會留低記錄。要小心嘅係，如果短時間之內有太多查詢記錄，例如1個月內向3間銀行申請信用卡，會被當成係手緊、資金緊張嘅信號，好容易拉低你嘅信用評分。第三，信貸賬戶資料，信用嘅成績單，呢個係報告嘅核心部分，好詳細咁記低咗你每個信貸賬戶嘅狀況。基本資訊包括放貸機構嘅名、賬戶類型，例如信用卡、按揭等，同埋信用額度或者借貸金額。還款記錄包括過去24個月嘅還款情況，會用 X 字去代表遲咗幾久還錢，好似 X1 代表遲咗1個月，X3 就代表遲咗3個月或以上。未還金額包括目前欠緊幾多錢，最低還款額即係 min pay 係幾多。呢度最關鍵嘅就係預期記錄，就算你只係遲咗1日還錢，一樣會被記低。而且就算你還清咗條數，呢個記錄都要保留5年。好多人以為爭幾廿蚊好小事，但其實呢啲都會變成信用報告上面嘅污點。第四，公眾記錄，信用嘅紅線區，呢部分記錄咗同債務有關嘅法律行動，例如俾人入稟追訴、申請破產或者強制清盤等。根據規定，破產記錄會保留8年，其他法律記錄就會保留7年。呢啲記錄對個人信用嘅打擊簡直係毀滅性嘅。喺呢段期間，你唔單止好難借到錢，甚至連租樓或者揾工都會被影響。第五，信用評分，信用嘅等級證書，
報告最後會俾一個信用評分，分為 A 至 J 一共10個等級。A 至 C 級代表優良，去借錢嘅話好容易攞到超平利息。D 至 H 級代表中等，借錢嗰陣額度可能會有限制。I 同埋 J 級就屬於較差，去申請貸款好大機會直接被拒絕。第三部分，信用好壞嘅影響，唔止借錢咁簡單嘅蝴蝶效應。好多人以為信用評分淨係會影響借錢，但其實佢嘅影響會滲到生活唔同層面。信用好有咩好處呢？第一，去申請借錢或者辦信用卡嗰陣，唔單止好容易批，仲可以攞到高啲額度同平啲嘅利息。例如，同樣係借50萬私人貸款，A 級客戶嘅年利率可能比 H 級低3至5厘。第二，做樓宇按揭嗰陣，銀行可能願意批長啲還款期，例如30年，幫你減輕每個月供樓嘅壓力。第三，有部分業主或者地產代理會要求睇信用報告，有份靚記錄會大大提高你租到樓嘅機會。第四，保險公司亦有可能俾你平啲嘅保費折扣，因為佢哋覺得信用好嘅客比較有責任感。信用差又有咩麻煩？第一，申請借錢或者信用卡隨時直接被拒絕，特別係 I 級、J 級嘅客，基本上好難喺正規金融機構借到錢。第二，就算勉強批到，利息都會高到嚇死人，而且還款期會被迫縮短。例如同樣嘅貸款額，可能淨係俾你分12期還，而唔俾你分36期。第三，長期有衰記錄可能會影響你揾工，特別係涉及會計、財務、審計呢啲敏感職位，老細會擔心你嘅信用問題，會帶嚟職務風險。第四部分，提升評分實用技巧，喺細節入面慢慢累積信任。信用評分唔係天生嘅，而係靠後天嘅行為一步步累積翻嚟。記住以下呢幾個小技巧，可以幫你穩步提升信用等級。第一，準時全數還款，絕對唔好拖，呢個係最重要嘅原則。不論係信用卡賬單定係貸款供款，就算只係遲咗1日，一樣會被當成遲還錢。建議大家設定自動轉賬，或者喺電話日曆 mark 低還款日，咁就保證萬無一失。如果真係遇到困難，記得要提前聯絡銀行或者放貸機構商量，避免留低不良記錄。第二，唔好依賴最低還款額，即係 min pay。信用卡只還最低，還款額睇落好似好有彈性，但其實會產生滾雪球咁嘅利息，長期落去債務越滾越大，仲會令機構懷疑你嘅還錢能力。建議每次都盡量全數找數，如果嗰個月使大咗，可以喺結單日之前先還住一部分，拉低個欠款總額。第三，控制好信用卡使用率。信用卡使用率就等於當期欠款金額除以總信用額度。如果呢個比例高過30%，就可能會影響評分。例如你張卡有10萬額度，如果爭緊嘅卡數超過3萬，就要考慮提前還一部分錢啦。如果有大額消費計劃，可以考慮臨時申請加額，但唔好用盡，或者分開幾張卡消費，分散個使用率。第四，唔好短時間內瘋狂申請信貸。你每申請一次信用卡或者借貸，放貸機構都會去查你份信用報告，留低硬查詢記錄。如果短時間內，例如3個月內有超過3次查詢，會俾人覺得你係咪財務上好急需錢用。建議申請前先評估下自己嘅資格，唔好盲目周圍投遞。第五，留低舊卡，豐富信用歷史。好多人習慣辦完新卡之後就取消舊卡，但其實舊賬戶嘅長期良好記錄可以證明你嘅信用穩定性。只要張舊卡唔使收年費，不妨間中用下佢，例如每個月用幾百蚊，然後即刻找數，等信用歷史豐富啲。第六，定期查閱報告，有錯即改。每個人每年都可以免費查一次信用報告，要仔細對下有冇錯誤嘅記錄，例如一啲唔係你自己申請嘅賬戶，或者無端端多咗嘅遲還記錄。如果發現有錯，要即刻開信貸資料，機構申請更改，唔好無辜被拉低評分。結語：信用係無形資產，更是生活嘅底氣。由 TU 報告走到信之通，香港嘅個人信用體系用咗40年時間話俾我哋知，信用絕對唔係一啲抽象嘅概念，而係由你每一次還款、每一次申請去慢慢累積出嚟嘅無形資產。佢影響嘅唔單止係借錢利息，更加係一個人在社會上值唔值得被信任嘅程度。對後生仔嚟講，培養良好嘅信用習慣，要由管理好第一張信用卡、第一筆
小額借貸開始，而對已經有一段信貸記錄嘅人嚟講，定期睇下自己份報告，發現有錯即刻改，就係維護信用嘅關鍵。始終喺呢個越嚟越睇重信任成本嘅社會，一份優質嘅信用報告就係你面對生活轉變嗰陣最踏實、最夠底氣嘅後盾。今次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鍾意呢條片嘅不妨俾個 like，訂閱小弟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片啦。